微笑讲客语 ，Mimi Sale 共好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讲客语的时候了，大家一起来Mimi Sale共好吧。目前最快速不塞车、班次密集的交通工具，应该就是 MRT， 也就是捷运咯。捷运，捷运，还记得吗？那么我们搭捷运的时候就不会塞车了。可是如果是在陆地上啊，在开车啊，坐公车就会碰到了塞车。那么塞车怎么说呢？Rush hour， 哎呀 ，rush hour 是指尖峰时刻，我们常听说 in the rush hours， 就是指在塞车的时候。客家话呢就叫做塞茶。今日塞茶塞到呢，上班的时候冇夫到上班，就是指 late for work， 就是你迟到了。冇夫到就是没赶到的意思，上班就是上班。好。那么你在捷运站的时候啊，你要买车票啦。好，那么捷运站呢就是捷运站。那么买车票多少钱呢？这个很重要哦。我们到了客家庄啦，你要买东西啦，你都要问说一斗钱呀，一斗钱，这个多少钱？那衫褲一斗錢，這衣服多少錢？這個lingo多少錢？一斗錢就是多少錢的意思。好咯，那記得如果呢搭捷運的時候，最好買車票要自備零錢。零錢的客家話怎麼說呢？叫做朗桑。那麼如果你的零錢呢，一個一個呢是銅板的話呢，就叫做朗角嘅，就是很多的銅板的意思。哎呀，好多朗角嘅哦！媽媽給我朗桑角嘅去買糖吃。我爸爸就說我小時候第一個會學說的話呢，就是角角西，所以我呢跟大人要朗角嘅，然後去買糖吃，很有意思了。好了，那我們說排隊呀，排隊上下車，排隊怎麼說呢？叫做排列的，就是排隊的意思了。好，再來呢，我們看到的是上車跟下車。上車呢就是送茶，下車就是下茶。最後呢，許巍老師要提醒大家咯，在捷運上呢是不可以吃口香糖的哦。口香糖怎麼說呢？叫做酥奶糖。你做唔得食酥奶糖哦，就是不可以吃口香糖哦。好了，按知識張了了哦，我係記得各色的徐巍啦，再見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策劃。